听原因，说来关心桃园的消息。桃园罗德区有一间店发生起爆意外，家人伫换加速桶的时，无细致，和这个加速桶落咧楼梯骹，这个加速杆有漏出来，随导火。餐厅的员工甲一个工人拢呢受伤送到病院，其中加速工人甚至规身躯有62%都会受烫伤，伤势真严重。是讲为这个画面来看，其中有17秒时间免啊避免意外发生。来看我的追踪报道。 餐厅的员工当伫咧灶骹内底传食的，这个时阵，有一个工人伫咧门外咧换加速桶，不过伊无换好，想要用骹去甲伊勾起来，桶啊就安尼扔去边的楼梯骹，加速走出来，互规间冒烟散布。工人想要甲加速桶扶起来，佮伊直弄着倒啊！员工紧叫别个同事赶紧禁火，想要到后一秒大火烧真美。餐厅的员工和工人三目对咧着火，大家拢赶紧走。当然吓到很大的声音恐怖。 有很大地板跟那个地上都是震一动，我们都吓到了。消防人员接到报案，经赶来到现场救援。那这件代志就发生在5号下午10点多，桃园路德南山路的一间酒馆，当时咧换加速桶的时发生加速爆炸，1楼的玻璃全部碎去。餐厅的员工和工人分别拢有20%和60%的烧烫伤，家在意识清楚，嘛随后送去病院治疗。这个都焊满焊了，有没有？它这个都要焊了。 那一桶为什么会掉下去？我还是搞不清楚。加速行业头家解说，因为加速头会落去，才发生这个意外。消防人员提醒，发现加速走出来时，电器都拢会禁掉，加速桶的开关嘛拢会锁起来。偷偷拍开桶门，让空气流通，才去靠依旧报案。不过为加速桶链落楼梯骹到发生加速爆炸，敢若短短17秒时间谈反应，真正反应爱紧，才袂阁发生危险的代志。 晚间9点，邀请您与世界同步，60分钟掌握全球脉动。World News 9，陈雅玲世界晚报给您崭新视野。